尸骨四派者，尸骨四派者，究竟金刚乘，下为正五分呢，上则明觉则。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宪宗的这个四派啊，就是小乘里面的右部和进部，然后大乘当中的这个唯识和中观呢，就是这叫做这个宪宗的这个四大教派。那么四派一直到这个心就是外虚部里面的这个心部、识部还心虚、识虚，还有这个瑜伽虚。然后这个内虚当中的话呢，马哈yoga、阿尼yoga、阿底yoga就是这样。整个这个九乘次第的无上大圆满的金刚乘之间呢，其实下面的这些菩提伽罗所认识的这个正悟呢，就是并不是很高的。他没有正悟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他没有正悟的这一部分的话呢，上分呢就是完全的正悟，就像我们智慧品里面所讲的那样，上的这个瑜伽师的智慧呢，远远胜过这个下的这个宗派的这个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右部宗和进部宗的这个所承认的无方为成的话呢，那么唯识宗呢就是完全用智慧来就是把它这个破解，而唯识宗呢就是所承认的这个自知自明的这种形式的话呢，用纵观来就开始这个进行就是摧毁。然后纵观呢就是最后的一些细微的这种执着啊，细微的一些执着的话呢，无上大圆满，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光明如来藏的有些不懂的部分的话呢，那就是依靠大圆满和依靠密宗的这些教言的话呢，完全能了解的，就是所以我们极个别的有一些居士的话呢，可能是对这个无上密宗大圆满、无上密法呢，就以前都是信心不是很足的。其实这是你们的一种这个业力，就是所导致啊，就是这是不行的，不能诽谤的，因为这是我们通过闻思智慧的话呢。完全知道是无上密法是在整个教法当中呢是唯一的这个如意宝。比如说我们从简单举个例子的话呢，那么宪宗当中呢，对我们这个信呢，每一个众生都是这个佛，而且这个所谓的佛呢，就是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如来藏的描述的话呢，我们这个宪宗里面最了义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说是这个是29号的黑暗一样，就是并没有这个宣说的非常清楚。而到了密宗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外虚部和内虚部，尤其是无上大圆满的话呢，通过上师的这个巧解，就完全明白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巧解没有的话呢，我们就随随便便也是不能这个诽谤大法。那么依教理根成，简而次了也。如虽悉如，知者有教害啊。就所以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上的这些部分呢，就是通过这个教理，通过呢就是理证，通过教证和理证呢，完全这个成立的，完全成立什么呢？它的这个殊胜性呢，应该是通过这个教理，尤其是我们学过这个大幻化王啊，学过一些密宗的这个教理啊，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就从内心当中生起来，真的这个无上密法的这种这个价值和无上密法的这个可靠性和这种合理性啊，就完全能这个了知。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熟持这个密法啊，就熟持这个密法。在这里面呢，就也不讲这个很多的这种巧诀吧，就是但实际上从理论上呢，大家应该要明白啊，就是我们一般的有些个别的这个人啊，就是太。怎么说啊？就可能是没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吧，就是自己呢，就是从小都是遇到这个小乘的法，然后呢，绝对是把这个小乘的法呢，是最殊胜的法。然后其他的这个了义的大乘这个宪宗啊、大乘密宗的话呢，就是全部一并排斥，就是很可怜的啊。就现在在国际上啊，就是极个别国家的有些法师的话呢，他只是那个就是听过一些小乘的法，除此之外呢，没有这个学过其他，所以呢，他只承认小乘的，然后小乘以外的法呢，他从来也不研究，而且呢，就一口否认，就是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当然，以及个别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有些上师的话呢，也是太过分了。啊，就是宪宗和一些教理呢，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大圆满的部分的这个道理呢，就了解啊，就说是我们这口口声声是最高的境界啊。其实，这个刚才佛陀所说的那样，就是此地的学习是最好的。我都有时候真的这样讲，从内心当中的话呢，也很感谢这个法王如意宝，因为呢，给我们已经宣讲了，就是
基本的这些这个因果和轮回的痛苦啊，最基本的法理呢讲的也很清楚的。然后又讲了一些中观和移民的道理，又讲了一些大圆满的这个法。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宝地啊，佛法的宝地啊。但是呢，我们藏地也是极个别的这个法师的话呢，也是这个片面的啊，就只得了一些密宗的部分。当然，仙宗的话，什么那个藏地的话，好像就只书持小乘的法，而不书持大乘的法，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但极个别的呢，只是把密宗的一些修法以外呢，对仙宗的所有的刚才所谓的疗愈不疗愈啊，好多这个教理呢一窍不通。这样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原理，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理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对因果不重视啊，一切都是信的般信，没有什么执着的。随便这个耻辱啊，随便杀生啊，随便邪淫啊等等，就这样以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这个首先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法的次第性要搞明白，然后呢，就是其中就是从仙宗当中的话呢，就是中观是最殊胜的，然后密宗当中呢，就是大圆满是这个最殊胜的。那么所有的法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些这个最疗愈的、最精华的法呢，自己终身呢就是说这个修持啊，就像这个天鹅的话呢，就是它随和这个就是乃至啊，就是交融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它有能力就是把它这个吸进来，把它这个区分开来，就是所以智者的话呢，就可以。就是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福报和因缘，依靠三知识的这种巧觉和开导呢，然后在这个整个佛法的这个大海当中呢，就是他可以这个尽情就是畅游啊，就是尽情这个享受。否则的话呢，愚笨的人、没有福报的人，或者是没有闻思过的这些人的话呢，他所享受的这个佛法呢，应该说是片面的，就这是非常这个可惜的。所以我们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佛法里面是最精华的这一块呢，就是千万是不能这个轻易放弃。那么下面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这个仙宗当中仙宗当中呢，就是应该通过4种依据来，就是了解，就是疗愈和不疗愈。神圣金刚常，路边四里引，传承巧诀般无垢理抉择。那么就是我们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个那这个无上密乘啊，就是无上密乘这个金刚乘的话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了解呢？当然，这个密宗当中呢。当然，这个说是完全不疗愈的这个法呢，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密宗也是实际上是不同根基的众生面前呢，也是这个金刚师所宣说的这个教义，就是也有不同的。因此，这个神圣的这个金刚乘呢，其实我们这个基神当中，立根者呢，就是确实基神当中，或者是70当中，或者是60当中呢，完全让这个成就的这么一个殊胜的话，现在有极个别的一些禅宗啊，或者是极个别的有些仙宗的人的话呢，他认为是密宗的这个精神成佛精神成就呢是不合理的。这种这个说法呢，也是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个佛教，对这个佛教的加持和对佛教的这种道理呢，就是一无所知的一种这个邪见所导致。否则的话呢，我想是不仅是我们密宗当中精神这个开悟的多，而且这个仙宗当中也是这种现象是应该是这个有的。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也是宣说过。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密宗金刚乘的话呢，是这个一切诸乘之顶。应该说非常这个殊胜的、深奥的，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或者是一般的一些凡夫这个低劣根基的人呢，就是接受不了的，就这么一个神圣的法。那么这样的密宗金刚乘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6遍4力啊，就是6遍4力来让了解。其实我们刚才那个仙宗当中的话呢，4种依据和4种秘密来这个了解的。那么这个密宗金刚乘的话呢，就是6遍4力啊，就是来这个了解的，就是它是让了解、让通达的一种这个途径呢。以前法王如意宝在那个去印度啊，就去印度，当时在南方那个南州高级佛学院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叫做仁果活佛，就是他在那个讲考，就是也算是这个发供养。就那个时候呢，就是
他对自己的这个，尤其是密宗啊，就是他信心非常大，就是从他讲考的过程当中，也是就流露出来了，就是很多我们这个全智无辜王尊在和木碰仁波切的书生的教言呐，就是一直这个教口称赞。然后他也说了，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尼玛巴的这种大法，就是具有这个六边四理的这种因此传承上师的这个价值力所摄说，当时我们就是听起来的是非常这个舒服的，就是他还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当时就是他这里六边四理的话呢，这个四理呢，就是下面我们还是这个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六边的话呢，其实呢，这个通过就是疗仪和不疗仪啊，就是疗仪和不疗仪，还有呢就是宜居所和非宜居所，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不疗仪的话呢，就是一般那个从僧祇次第的这些角度来，就是宣讲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不疗仪法了。然后疗仪法的话呢，就是又向圆满次第啊，就是又向圆满次第的这个方法来，就是所宣说的。然后这个有依据所呢，就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众多的这种意义，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密意的啊，就是有一些密意的法，就是密宗当中。然后非依据所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是冠带就是任何其他的这个密意，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刚才是疗仪、不疗仪、依据所和非依据所，然后呢，文从顺义和文义波谬啊，就是文义波谬，就是这么就文从顺义的话呢，就是从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说法和论点里面的这个说法相符合的这种教言啊，就这个叫做是文从顺义，文字和意义呢，就是完全是这个意思的。然后这个文义不谬，文义被谬是吧？就是那个矛盾就相违的意思，那个被吧。就那么那个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是不公正的，然后论点里面也是不公正的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这个在密宗当中呢，就是这个什么双运和相符呢，就是有阿勒嘎勒，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一些名称来表示，就是这是不公正的一种说法，所以这是叫做是通过这个六种辩，我们如果通达了在六种密宗文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必须要通达六辩，就是如果你六辩的这种法你没有通达的话，那密宗的了解意义呢也很难解。但是在座的个别道友的话呢，可能密宗方面文思的比较，应该说是我们很多人呢在密宗的教理方面呢，文思的不是特别的那种这个足够，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光说也是恐怕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那么四理就是四理呢，就是下面讲的是这个词义、中义、音义，还有究竟意义，就是下面会讲的。意思就是说，密宗的这个居住这四种这个也就是说四种这个因吧，就四种因呢，通过这个传承上师的密宗的这些教理呢，一定要依靠上师的这个窍诀，依靠上师的这个教言呢，就教言呢就是不离开。就如果离开了上师的教言的话呢，那就是真正是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呐。就是现在我们有些禅宗的这个上师，禅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开悟者呢？其实也是上师的这个教言呢，上师的这种表示法不离开的原因。那么密宗呢，也是同样的，上师的教言是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然后上师的教言和无垢逆来这个进行抉择啊，就是密宗呢，全部是这样的。诸法本清净大等，心双就是心双融，一品二正量，抉择质疑也质正疑。那么一切诸法就是本来这个清净和，然后大等性就是大等性是大空性，就是《华华王》里面所讲的那样。也就是说是本来清净和大平等这两个这个双运呢，通过这个就二种正量，就是我们从这个中观和这个显宗来进行抉择的话呢，一切万法都是平等和清净呢，应该说是以生一年和世俗年来完全让这个正视的，完全让这个抉择的。而密宗的这些所有的道理的话呢，显宗呢没有一个不成立的。因此，极个别的有些显宗的这个法师和有些人就觉得是你们密宗是就是用这个量来不成立。其实以密的这种量和中观的这量来真正抉择的时候，密宗的任何一个道理呢，没有一个不可成立的就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这个相信，就是密宗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法呢，应该说是这个佛法里面的就是最精华、最深层的这个法要。
那么刚才呢，我们讲的那个四种力啊，就是四种力呢，其实在这里面也已经讲了，就是先宗呢，就是通过这个词义的这个方式来了解，然后他这里先宗即生，其圆满大愿力，此众因究竟，无为如此要。也就是说，先宗呢，就是通过这个词义；生其次第呢，就是通过这个中义，还有那个无相圆满次第啊，就是首先是有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呢，就是以因义来了解；无相圆满次第，也就是说大圆满的话呢，就是从究竟意义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屈辱的话呢，那么这就是是那个四种力啊，就是四种道理，就是四种道理呢，就是这样来了解。当然这个光说的话呢，就是可能内容比较多。深得了解义，深得解了义，深会诸佛者，此无尽发展教法正法传，就是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文字和通过上师的教学呢，真正这个密宗如意宝里面所宣讲的道理呢，就是升起了坚定不移的定界啊，就是真正是了解这样的这种佛子和这样的智者的话呢，其实呢就像是转轮王一样的，就是人和为缘呢，就是也是不会摧毁的，人和邪见呢，就是也是不会摧毁的。如果我们对密宗的所有的这些道理啊，或者说是所有的道理既然不通达的话呢，你对自己的这个上师呢有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诚信啊，就是信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密法呢，就是也有这个信心。那然后就这个上师的这种窍诀，就也就是说知行心的这个窍诀呢，认认真真的这个修持的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成了这个转轮王子一样的。应该说是他会这个获得了就是无尽法藏，就所有的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的最精华的、最宝贵的、最这个珍贵的道理呢，就是他完全能这个输持了啊，输持了。他就是说是输持那个教法和正法的这个创法者，就是也就是说是这种弘法者，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一样的，我都有时候真的想啊，就是法王如意宝一生当中的有些所作所为的话呢，既通达显宗，又通达密宗，既通达一些教理，又通达一些窍诀，所以所有的这种法呢，不但是通达，而且以慈悲心呢，就是全部都是给我们这个传输，就是传输之后的话呢，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次句上就是具有遗传的这种加持啊，就这样的这种教法的话呢，我们这个遇到之后呢，真的是从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这个就是无法言说的欢喜心啊，就欢喜心。所以说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当中的话呢，也肯定很多都是有这种人就是不仅是自己呢，就是应该通达了，就是密宗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真正是人实性的本性的一些这个教言。然后呢，这种这个人实和真我的话呢，就是逐渐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传递给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人啊。那这样的话呢，真正的这个如来的这个教法的这个获得者和受持者、弘扬者，否则的话呢，你光是口头上呢，就是说得非常漂亮，自己呢一点也是没有这个心思。别说是密宗的一些登经无二的见解，就是连显宗的一个处理性和连显宗的基本的一些无常观也没有的话呢，那这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弘法者，就是这叫做是鹦鹉学舌，就是并不是就是真是这个我们世间当中很难得的善知识。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善知识也好，就是一般的这个不同道友呢，大家应该从内心当中首先对密宗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自己要了解就是了解就是密宗的教理，通过教理呢就是还有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陪伴呢，就是这样的因缘聚合之后呢，就人实性的本性。然后人实本性之后呢，你还不断的这个修持，不修的话呢，那你临死的时候呢，恐怕是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我们的这个性呢，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呢，一直被这个一些分别念，就可能这个恶习就是这种恶劣的这个习气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就熏染，就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这个恶习当中盖过来，就是人实性的本性的这种境界呢，要这个得以稳固。这样以后呢，就是成为是真正的这个如来这个教法的这个继承者就是好。今天讲到这里。